喺西貢有一座近100年歷史嘅傳統工藝村，至今仍堅持傳承祖輩留下嘅製康手藝。喺現代生活嘅節奏入邊，默默守護過往歲月嘅氣息。喺每一隻行業背後，係成個繁雜而用心嘅製作過程，要求工匠嚴謹遵循每一道工序。每一柱康係天然嘅竹材製造而成，披上細緻嘅康粉，點燃後散發出溫潤而悠長嘅香氣。每朝頭早，工匠都會精心挑選出筆直均勻嘅竹籤，接住將佢哋嘅底部浸喺鮮紅或者蓮紫色嘅染料之中，而呢啲顏色早已經深深咁烙印喺每一個越南人嘅精神同信仰入邊。之後以防潮濕發毛影響品質，就會將佢哋曬喺熱口之下，直至到完全乾爽。喺炎熱嘅太陽下，一紮紮鮮紅色似花般綻放咁鋪滿咗成個村嘅角落，構成一幅樸實而詩意嘅畫像。而呢啲美麗嘅畫像離唔開工匠們嘅功勞。喺房間嘅角落頭，工匠們默默咁調製康粉，嗰個亦係決定一支香嘅靈魂。康粉以松木粉、色粉同天然粘合劑細心調和，再加水反覆油製，直至呈現出恰到好處嘅細膩質地。其中搓康嘅工序相當重要，借助機器同工匠們嘅監察，每一層康粉都能夠均勻咁覆蓋喺竹籤上面，令到康籤更加筆直均勻。喺搓製完成後嘅康線，仍帶有一啲濕氣，因此需要太陽曬或者烘乾，為求令到木質香氣更加持久穩定。等線康完全乾身後，再俾康角染上一層紅色，令到色澤更加均勻一致。最後一道工序就係將線康包紮成束，咁樣一束束嘅線康整齊咁排列喺棚架上，靜待出廠，展開佢哋嶄新嘅旅程。儘管製作康線嘅工作繁雜，但工匠們嘅面上始終流露住敬業樂業嘅精神。對佢哋嚟講，或者呢個唔淨止係一份謀生嘅工作，更係一種與信仰嘅緣分。懷抱住熱愛與敬意，製作出沉穩嘅線康，獻俾各界嘅神靈。同其他亞洲嘅國家一樣，線康對於越南人嚟講，代表住神聖嘅象徵。燒煙唔淨只係一種信仰儀式，更係越南人表達對祖先、神靈同埋天地嘅敬重。佢哋相信裊裊香煙入邊傳遞嘅係祈禱、連結人間同埋靈界嘅橋樑。喺每逢春節來臨之際，由祖先嘅祭壇上飄散而出嘅線香，空氣中彌漫淡淡嘅香氣，大家就知新年已經悄然來臨。
嗰個亦彷彿成為咗越南新年嘅獨特春香。胃口奔馳嘅人，當返到屋企嘅時候，正係嗰股熟悉嘅記憶氣息，將佢哋輕輕咁牽引回家嘅懷抱。喺除夕夜點上一炷香，歷經一年奔波辛勞後嘅心，逐漸咁沉澱安靜落嚟。喺不斷變遷嘅西貢，裊裊香煙靜靜飄散，如同一聲溫柔嘅提醒，喚起大家對家庭、祖先以及嗰啲隨住歲月被細心守護嘅信仰。